搁忝，吼，爱他，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吼。这个其中，这个期间啊，这个他嘛甚至甲这个暗嫩给他哀求，但是伊唔听，罗尾手伊叫这个侍候伊的人就迄落这个罗伯将这个女主就甲赶出去，赶出去，伊一出去了，就将这个门甲串起来。这个他嘛非常的伤心。伊的哥哥，伊的公爸、公老母的这个兄哥叶沙龙就来苦劝伊。伫这个所在，叶沙龙的这个苦劝，甲着这个暗嫩的这个着这个暗嫩出馊主意的这个约拿达的迄个献计，就安尼诚做一个对比。搁迄个他玛的迄个哀伤，甲着这个暗嫩的这个。伊的迄个情欲嘛，诚做另外一个对比。押沙龙迄款迄种怨愤、暗嫩的迄款的心，甲迄个进前暗嫩疼他玛迄款的疼，嘛佫诚做另外一个对比。伫咧规个即个撒母耳下卷第13章内面，伫咧上落尾遐记载讲即个代志虽然讲大笔。非常的生气，但是咧，伊就失去气力，伊失去气力，伊无听发即个暗嫩，伊即个大囝暗嫩，无安尼去追入伊的迄个罪，因为代表伊家己嘛犯了惊奸淫的罪，直到伊失去立场，即个做老爸，佫是做以色列王的，即个代表。因为罪，伊甲上帝来隔离，直到伊的灵失去气力，伊无法度做任何的代志。伊敢若伊伫咧伊的迄个魂内面伫遐生气，伊所结出的迄个果子就是迄个灾下临到伊的即个家，伊的即个家庭，互迄个疼甲迄个怨恨伫迄个中间伫遐交织。代表伊即个家庭因为犯罪造成了上帝甲人的隔离，演变出了迄个搁较大的即个灾祸，就是罗尾手即个暗论来死去，以及就即个押沙龙因为杀死伊的即个兄哥暗嫩，就来逃走。即个王当时来失去两个囝，即个暗嫩的死，代表伫遐圣经讲代表。日伫迄个中间，为着伊的囝伫遐安尼悲伤，代表亲像去互即个安尼讲去互猎物，亲像猎物去互迄个罪安尼怎甲掠条条的，伊无有任何的气力来反抗，甚至伊无法度亲像即个当初时伊去咧杀赢即个歌利亚的迄款的，咱讲安尼。正义凛然迄款安尼，迄款的迄种气势，就算讲伊是王，伊除了伊敢若会通生气，伫遐悲哀，伊啥物事都袂通好做，因为伊的心已经失去了上帝对伊的迄个祝福。伫撒母耳下卷第13章一直23节，一直到29节内面，是记载着迄个押沙龙。伊的迄个，咱讲报仇的迄个计划，甲着伊迄个杀人的迄个过程，伊怨恨暗论，甚至伊伫遐点听候机会。过2年了，安尼伊拄好有机会要来见杨门，伊就邀请着王，甲着即个王的遮个正亲人同齐要去，但是王伫遐讲毋免拢总去。惊伊有真侪的即个破坏，即个押沙龙就讲伊讲王无要去就迄落请我的兄哥暗论甲阮同齐去。王讲为虾米着爱伊去？押沙龙伫遐再三伫遐安尼请求王，王就派着即个大囝暗论，甲着所有王的囝安尼甲伊同齐去。伫即中间，
即个押沙龙伊怎啊下达了即个追杀令，伊甲即个罗卜命令，讲照押沙龙伊的所吩咐的来行伫咧即个暗论的面顶，上主要就是要抬暗论。是安怎大笔用阮遮个代志来发生？即个大囝暗论啊，下迄个罪，敢有治到死？无，但是咧，即个第三囝，即个押沙龙杀了即个大囝，而且佫去互伊逃，安尼逃走去。伫咧即个逃走的即个3年中间，即个做王的以及做老爸的即个大笔，伊无有指出即个做囝伊的所行遐个毋对的所在，嘛无有惩罚即个押沙龙。讲伊无去责备暗论，嘛无去惩罚着即个押沙龙。伊伫遐迄个中间，安尼3年过了，伊大笔敢若做一件代志。伊主要伊讲，伊伫遐日伫遐笑念押沙龙。即个做老爸，伊失去了伊所有的即个气力，伊无有智慧去做迄个决定，反倒伫遐安尼，主要递到罗马手押沙龙的即个叛变。大笔伫犯罪了，上帝就互即个灾厄临到伫伊的家。大笔安尼无徛伫咧迄个迄个拢做老爸以及做王的迄个位置顶面，伫遐安尼咱讲秉公行义吼，即个患难就掠掉伊的即个家。今仔日咱所有即个做老爸，以及咱甚至做牧者，咱真要紧的，就是咱应该紧，咱咧真要紧，将咱的上帝安尼牵掉咧，牵掉伫咱的上帝，袂通安尼甲上帝因为罪，咱来安尼讲放上即个罪，递到咱甲上帝来隔离，失去了属灵的迄款安尼权柄。咱应该讲的就应该讲，应该做就应该做，无就即个咱讲迄个灾厄就有可能会临到伫咱中间。伫咧即个中间，咱会通看见就是迄个迄种伤害若无有疗愈，就会亲像迄个毒菌共款安尼，伫咧咱的心中安尼一直不断伫遐来生炭。来生脱出迄个怨恨，上落尾就是带来死亡。伫圣经内面，犹原有另外一个例，就伫咧咱的新约内面，我那嘛是真出名的例，就是西罗底西罗底因为伊迄个行洗咧约翰对伊的迄个责备，因为西罗底伊安那伊嫁互伊的迄个希律王。伊原底本底是希律王的阿嫂，结果来伫遐来去罗马手去嫁互即个迄落希律王，递到希律王安尼迄个行洗约翰来责备伊，即个西罗底伊伫迄中间安尼得到。行洗咧约翰的即个责备了，伊心若无悔改，伊佫无愿意来描写着即个行洗咧约翰递到安那，伊心内开始伫遐来计划要怎样来杀行洗咧约翰落尾伊终于去互伊安尼叫做逮到机会了因为王安尼就算讲，无论伊的查某囝求啥物诶。就算王迄个国的一半，伊嘛要互伊。哇！即个西罗底伊就伫遐来使人伊的查某囝，讲要求着即个行洗咧约翰的项上人头。伫咧中间，伊就将即个行洗咧约翰安尼杀死。咱难免会受着安尼侪的遮的伤害，但是上重要的是，咱需要去选择了啥。咱来知影，做人安尼冒犯人，也是伤害人，是正常的。
所以咱被迄个讲被冒犯，还是被伤害，也是正常的。因为咱是罪人，咱是罪人，也生活伫咧即个罪人的中间。所以当咱若选择了疗舍，咱就袂甲人产生了隔离，搁较袂甲上帝来产生隔离。所以耶稣伊伫咧迄个，咱讲伫咧迄个伊的主的祈祷文内面，伊安怎讲？伊讲啊，伊讲恁若疗舍人的迄落迄个罪犯吼，迄个过错，恁的天父也要安尼来疗舍恁。所以咱被即个安尼讲冒犯，还是被伤害时阵，咱会生气。但是咱会生气安尼，如果咱也无愿意疗舍，就会生出怨恨。迄个怨恨，搁继续无疗舍，就安生了迄个苦毒吼，苦毒就生出迄个款的苦甲迄个毒，落尾手毒死咱家己啊！所以咱若愿意疗舍别人，咱才有法度去领受天父对咱的赦免。咱若选择疗舍人，是因为耶稣已经大声来疗舍咱，咱也着应该安尼来疗舍人，毋通互即个无疗舍造成咱甲人的隔离，甲着咱甲上帝的隔离，互撒旦有机会，因为咱安尼迄个无愿意疗舍，产生了迄个破口，抵到咱安尼互撒旦有攻击咱的机会。所以无疗舍迄个根本的原因是啥物货？是因为咱只有看见咱家己，咱选择迄个有志迄款安尼的生命，选择骄傲。如果咱的体质若无好，咱的迄个咱讲免疫力无强，佮生活伫咧一个真误会的即个环境的内面的时阵，咱的身体破病叫做哪正常，因为你著活伫咧迄款的内面。但是咱的身躯若破病，咱无抵抗力，但是咱却犹原继续骄傲安尼倚靠家己，无愿意看医生，结果是安怎？咱阁无愿意食药嘛无想要得到医治。即款的人叫做啥？无正常。一般咱拢应该会，我若无爽快，我就去找医生。但是咱无愿意去找医生，咱讲我要靠我家己就好。咱会抵到咱安尼过了一个真无正常的生活。但是咱迄个妖异造成咱产生咱的心灵，甲着咱的规个关系迄款的伤害。饶舍是迄个医治伤害的一个上重要的迄个药方。饶舍是恢复关系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饶舍是得到自由的一个真要紧的路径。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愿意来安尼选择了饶舍。咱若用着即个恩典来饶舍，毋是用着即个律法来疗舍的时阵，会有一个无共款的咱的即个性命来产生。伫咧主耶稣伊所讲的，伫咧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段经文内面，耶稣讲起着即个王，甲着即个奴仆的即个比喻。即个王伊用着迄个恩典，要来赦免着即个奴仆对伊所欠的迄个，伫咧咱的。伫咧和合本的圣经内面讲啦，伊讲叫做1000万两银，的罪，1000万两的即个罪。即个奴仆伊安尼得到王的疗舍了，伊一个出门，伊看到平甲伊做奴仆的即个安尼伊的朋友结果安怎？伊马上来安尼甲定掉咧，甲颔棍甲定掉咧。将你欠我的10两还我。即个朋友，伊即个边仔共阮做奴仆，咱讲同僚伫迄个中间，安尼甲讲，请你互我安一下，袂堪你，就将伊甲安尼落，甲关落监。咱亏欠上帝的罪，如果若是迄个1000万两。
别人亏欠咱的是迄个杂鸟。上帝用着耶稣的救恩，伊的恩典来了解咱1000万鸟的即个罪责，咱也着应该用着迄个被救赎迄款安尼的恩典来了解别人亏欠咱杂鸟的迄款的罪责。当咱若了解别人迄个杂鸟的时阵，咱就会通得到迄个1000万鸟的即个恩典感谢。因为天父也要了解咱，上迄个伫咧咱经文内面讲，即个王厌阮即个罗卜赦免伊的1000万鸟的罪责，却因为伊家己伊要用着迄个律法的方式来解决别人欠伊的罪，伊来因为安尼来失去了即个恩典，被关伫咧即个监里，伫啊听候等甲伊还清所有的即个罪。反正如果伊若选择，伊愿意来赦免，来饶赦伊的伊的即个同伴的即个杂鸟的即个罪，即个王所应允的即个1000万鸟的即个恩典，就会应验伫咧伊的身上，那亲像应验伫咱的身上减死。所以当别人若来冒犯咱，也是讲伤害咱的时阵，如果咱若选择，咱只有看见家己，看见咱被冒犯，看见咱迄个受到伤害，结果咱无愿意来了解。如果咱若选择迄款安尼有己骄傲，要用着即个律法来解决，无愿意了解别人所造成对伊家己迄款安尼损失的时阵，因为要爱。迄个讲，因为安尼要回即个杂鸟的即个亏欠，结果伊煞损失了偌济？9899990鸟。反转过来，如果咱若今仔日咱用天父迄款安尼共款的迄个恩典来去饶赦别人的时阵，咱因为咱赦免别人的杂鸟，反正咱要得到偌济9999990鸟的恩典，所以毋通咱讲因小失大，毋好因为咱要得到小可，结果来失去迄个搁较大的，亏欠咱的人讲，当别人安尼冒犯咱、得罪咱、伤害咱、亏欠咱的时阵，是咱的机会，毋是一种损失，是要互咱来经历着上帝迄个对咱的迄个完全了解的机会。所以咱要讲的就是咱头拄仔咧讲的，迄个人甲人的隔离，人甲上帝迄个隔离的第四种，就是人时常的为着咱家己的利益来破坏关系。咱常常会通听见世间人安尼讲，伊讲啦，讲伫咧即个商场面顶，无永远的啥物货朋友，捌听过无？也无永远的即个对敌。若有人对我有利益，伊就是我的朋友；若有人安尼威胁着我的迄个利益的时阵，伊就是我的对敌。同胞甚至手足，因为家产等等遮的伫遐争闹甲安尼，咱讲迄落安尼死去活来这毋是伫咧电视内面才看会到的，是咱伫咱的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咱就会通看见的一款现象。人甲人的款的咱讲相争，是为着啥物货？圣经甲咱讲伊甲咱讲一个答，就是私欲。伫咧即个中间，咱会通看见着为着要满足咱家己的迄个欲望，迄个贪欲。互咱安尼为着要得到搁较侪的迄款的财产、财富，以及甲人伫来相争，咱的迄款的讲地位欲，地位欲，互人安尼为着要达到某一款的权势，迄个位、迄个地位，甚至伫遐来伫遐安尼不择手段，甚至六亲不认，咱
昨昏拄好国民党的党主席拄好选举吼，咱就会通看见伫咧新闻内底就会用看见，吼，啥物款的话拢讲袂出来，吼，咱就通知影讲，为着一个地位，为着一个名声，咱会通安尼做到啥物款的程度？伫圣经内面上清彩的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即群时常是互耶稣所接治的人，因爱伫咧人的头前，爱伫遐表现伊家己迄款安尼非常的熟练，只有伊爱甲着即个尊贵的人伫遐来往来，为着要保护伊家己迄款的咱讲熟练的迄款的外貌，无愿意去接近迄个地位较逼真的。不管是罪人也好，甚至是遐抽象的、遐税吏也好，因搁较是将遮个人排斥伫咧因的生活的权利之外。因为了要因为着要家，迄个讲为着家己的迄个利益，因咱讲因特别挑工来甲人隔离。所以咱会通看见隔离即个根本原因，另外一个就是人忘恩，袂记哩稳定，只有看见家己，产生了侪的即个私欲、贪心，来表现出迄款的迄个骄傲，迄个私欲所产生的迄款的错误的迄个态度，就甲亲像啥物货呢？就讲我得你失我要爱，你袂通爱，拢是我的。这是一个咱的迄个需要内面，咱只有干那看见家己，所以啥物事拢是我要爱，你袂通得到。另外一种就是为着迄个利益甲着即个人产生了隔离。另外一个就是迄个贪欲的部分，即个贪欲甲着即个私欲嘛真亲像。就是啥呢？是讲原本我无，但是我要爱，我有，我要爱搁较有。你的是我的，我的有缘是我的。这就是咱伫咧咱的即个贪欲的即个顶面所产生抵到人甲人隔离，也抵到人甲上帝隔离。所以咱会通看见安尼。牧师伫咧最近安尼所分享的咱就会通看见。咱若有己咱只有看见家己的结果就是啥？就是咱为着利益来产生了隔离。咱只有看无家己为着疼，才会带来效益。共款，不管是伫咧咱的生活中也好，伫咧咱的教会也好，伫咧甚至到大到伫咧规个国家、规个社会。咱只有看无家己的时阵，为着疼，为着疼咱的社区，为着疼咱的教会，为着疼咱的国家，咱才有法度带来效益，敢毋是？这也就是咱最近一直伫遐咧分享的，咱要不断伫遐看无家己弃权，互耶稣来掌权，咱才有法度活出一个得到。上帝所欢喜迄款安尼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伫咧看见着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即个经段的时阵，咱会通搁一摆重新来思考，也会通来帮助咱，会通活出一个互上帝所欢喜迄款安尼的生命。所以牧师共款有两个问题，互咱家己搁当来去好好想。第一个问题，为虾米？了舍毋是损失，乃是互咱的一个机会。如果咱若安尼，咱要怎样来做，来得到上帝对咱的迄款的赦免？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借着即个问题，互咱搁一摆重新来思考。第二个问题，伫咱的日常生活中，咱常常会发现人甲人之间的迄款的安尼相争甚至迄个同胞手足迄款来讲，迄落相残是为着啥物货？咱敢有啥物货是咱放袂落去的利益？特别是咱今仔日咱讲咱称做上帝的儿女，咱会通好好来想，咱要怎样来做好咱
应该爱有诶，爱活出诶迄款诶生命，互侪侪人因为咱因诶看见咱诶迄个好诶行为，就将一切荣光归予伫咱诶主。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主，若毋是你丰盛恩典，主，阮实在是袂堪你诚做主你的学生，诚做主你国度内面的一份子。但是因为主你大声竞选阮，互阮伫你的恩典中有份伫你的国度内面，那求主帮助阮，互阮会晓学习主耶稣看无家己。来读来听探天父安尼迄款的心志，主，阮也伫阮的日常生活中欢喜来看无家己，来过着一个互耶稣伫阮的生命内面掌权，来将一切荣光归予主的安尼迄款的生命。求主帮助阮，互阮伫过来的日子内面，真正会通来行出来。搁互侪侪人看见阮迄款安尼好诶行为，就将一切荣光归伫天父上帝顶面。阮搁一届安尼献上感恩、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诶圣名，阿免。请咱同齐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344首，圣诗第344首，救主耶稣，愿你来听，请咱起立来吟。
请坐。即时，咱要同心来奉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请庄芳梅、简秀梅执事。咱那伫线上礼拜的兄弟，嘛看伫方便的时间，甲干事联络，甲你的奉献带到教会，也是用划拨的方式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谢。请咱来读金句。马太福音第18章35节。来，恁逐个人若无对心底赦免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我的天父嘛会安尼对待恁，袂甲恁赦免。来，咱搁一摆，来。恁逐个人若无对心底赦免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我的天父嘛会安尼对待恁，袂甲恁赦免。马太福音第18章35节。即时来报告。报告事项。下礼拜后召开奖学金委员会中执会。第二，下礼拜日是本会设教60周年的纪念主日，要举行感恩礼拜、成人洗礼甲圣礼典。第三，后一季的行事历伫招待桌，请咱家己去摕。第四，请各团体、小组甲单位伫10月底之前选出新的干部。
遗体消息，27号拜一下晡，伫济南教会有总会干事团队就任感恩礼拜。第28拜二，南阳区第4摆区会伫世界教会来举行。第3，台湾圣经公会所发行的现代台语新旧约圣经，有意思买的兄弟，请咱的干事来登记。第4，10月16甲23这2个拜六，伫咱教会有总会所办的银法自主营造高龄友善教会长者身心灵健康课程带领人的培训，欢迎兄弟甲对咱这长辈的事工有兴趣的人来报名，照咱教会有补助的办法，较补助一半。大道事项，请咱详细来看咱的牧会函，也请兄弟为遮需要的代志、需要的人来付出祈祷的代价。注意的事项，伫9月21号一直到10月4号，全国维持2级的警戒。顶周聚会概况甲会计报告，请咱家己过目。若有错误的所在，请财务同工来反映。牧师要补充。兄弟平安。咱头拄尤其是头拄即个具体消息的第4项吼，伫咧咱10月16到23，毋是9月，10月16到23吼，拢是拜六吼。即个这是咱总会高龄关怀事工的即个小组所举办的吼。即个课程非常的好，也因为非常的好，所以我就拄好有机会甲着即个总会的干事伫遐咧，我就请伊讲，阮宜兰地区非常需要阮人去，规定人去上课，去台北上课，去倒位上课，甲恁干那几个人来当然是恁几个人来安尼较紧所以即个课程是牧师去甲讨来的我要伫咱的教会举办，所以咱毋免去任何所在。佮即个课程上主要是要帮助咱家己咱若要帮助人，进前咱也袂晓帮助咱家己，安尼无法度去，咱无法度做好，讲要安怎去做好一个关怀人的工作。伊即个课程内面有真侪有关着身心灵的即个健康的课程内底，课程非常的多所以伊的课程是爱用2个拜六的下早一直到下晡5点所以咱若时间拄合会好势，阮请咱兄弟咱拢会使尽量来参加这机会难得佫是伫咧咱家己的教会咧举办佫咱嘛会通照着教会即个补助办法来申请安尼所以期待咱会用佫较济来踊跃来报名因为即个报名敢若到10月11今仔日已经9月26所以若安尼时间拄合会好势，咱赶紧来甲咱的干事来报名因为即个课程大先是先帮助咱家己，毋是帮助别人你若法度帮助家己，你才有法度帮助别人。所以请咱安尼踊跃来报名，以上播报。祝福嘅祈祷，请咱同心阿头来祈祷。听阮祈祷的上帝，求你用你的怜悯、慈悲看顾阮。阮大家要来为咱台湾得到平安、得到保守，咱的疫情得到控制来祈祷。求你的怜悯临到全世界这受肺炎苦楚的人，或者疫情会当早日来结束。恢复阮正常的生活，我嘛要来为咱教会事工，因为疫情来做调整，来祈祷。求你教阮学习谦卑学业，顺好上帝宣传善良的旨意，阮会当行伫主所欢喜的道路。
我嘛要为阮的肢体来祈祷，特别是为即摆伫疫情下受影响的兄弟，求主为因伫旷野来开道路，伫沙漠来开江河。我嘛要为有病痛的兄弟姊妹，求主用你的大权能来医治因，圣神的气力来安慰因，互因有信心甲耐心，互因会当赢过病的痛苦，会当早日恢复勇健，来甲阮做伙同齐来敬拜你，荣光你的圣名。祈祷是靠我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上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线，请牧师祝祷，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借着阮今仔日所领受的，主你搁一摆爱阮，会通安尼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款式，就是阮无搁再来分别阮，来将阮甲人来隔离，以及阮甲主你来隔离，因为伤害怨恨以及利益。比较阮甲侪人来隔离，但求主你的神不断来充满阮，来提醒阮，来激励阮，互阮会通活出主你爱阮活出的迄款安尼款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成，佮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实，以后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同啊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灭讨避讳。